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北市有民众讲，伊去注着过期的 AZ 疫苗，经过调查，并医部注着过期的是疫苗配合登记唔对，一切拢是误会。风台过后，大水河川当着花莲甲台东，明日出现崩山、车路崩塌，甚至有农作不当要大出，所以拢全部去掉了啊！屏东受人攻击的便利超商查某店员规划情形真好，特别出院啊！县政府也安排专人给心理辅导。就算讲沿规这个风台已经离开啊，不过这大水雨雪是落袂离。伫花莲台东拢是宣布过道了后停课。伫花莲的局里透早就发生水崩山意外，一寡土沙拢冲入人的人家厝，造成民众调伫处理跋倒出来。另外伫水港公路的地基也去互冲了，甚至有崩山的情形。警消人员互相扶调咧，慢慢行过串流的水，因为土山管里去徛街，一家7个人也伫咧等待救援。大水冲入去徛街，救援人员赶紧来协助，用铲的、用爱，一个甲大人甲囡仔全数甲救出来。也随时注意家己的骹步，以免绊倒，可能会有水冲走。另外，互救出来这民众受到淹水的过程，依然是感觉会惊。6点10几分的时候，哇，整个水就都来了，这样大又很快，一下子我里面的房子就都淹了，连房间都淹了。依规风台外围的宽流带来大水雨，花莲的山区排水袂赴，一直下流来，有利因素发生土石流，其他所在相反灾情也是真严重。这个池子里面的水都快满出来了。厝顶排水坑雨水一直下来，民众翕到花莲公园塘抢的鱼池啊，水一边换出来啊，雨落甲真大阁真急，真侪路段赶紧封起来。大雨一直到台北线甲台九线，真侪所在继续发生落石，路拢袂过。雨一直到也造成花莲阿梅溪这溪仔水涨起来，特别满水有影，有的桥面拢必顺啊，部分路面是发生积水，车拢泡水，停伫遐也袂行。伫台九线大富桥顶，更加陆续有3台车故障，一台也弄到中央分隔岛。视线不好，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水。连台九线甲东华台11线的水港公路发生路崩落去的情形，路面拢凹落去，规个路敢若瀑布同款，已经无渡过，沿路土石流更加强烈。油仔园内底路面水势真严重，山区的道路也有一个西油记的病人，已经1天无西油记，路长期情况一度真危急。还好我们光复公路还通行中，所以用接驳的方式来接到它原来的洗肾中心。就今仔日在上大雨的继续路，原本花莲县府敢若宣布万营随玉里倒开这乡镇停止上班上课。随着水保局发布土石流的警戒，花莲县府也赶紧宣布，中昼12点过了后，全县停班停课。真侪家长赶紧赶来学校接囡仔。56分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说要去接小孩啊，结果这样子就大家一团乱啦，然后街上红绿灯也没有，交通一团乱，小朋友学校也都一团乱。除了停班停课，县府这单位即阵也动员对着秀林乡、水水乡、河林镇这座村路，属有土石流、暂时区域的保全户，甲大较低所在民众进行有风性撤离，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大水雨吞大的台东，伫山区真侪所在拢出现崩山的灾情，甚至这山崩落来，石头啊，甲这个车路全部塌塌起来。伫台30线29.8公里处，路面是凹落去，车也无法度通过。警方随甲这个车路赶紧封起来，而且讲到这几日是落大水雨，是落几日天，农产品受到严重损害，损失是真严重。原本应该是平平路面，煞变做几落地，佫变形，出现关节感。连接花莲玉里甲台东中边的玉中公路，伫29.8公里的所在，路面严重塌落去，双向差不多无车会当过路面。警方紧急伫路两边为封锁线设关节点。路基都垮掉了，全部双向都不通了。花东地区连续几天落大雨，除了玉中公路挡袂掉大水，规个路基冲蚀。台东山区真侪条路山坪出现土石崩落来，伫197县道45.5公里的所在，规土口拢照碎石啊，抑个树啊倒伫路的无法度过，没办法过去了。虽然风台离江远，外围环流也持续影响台东，大雨不断形成真特殊的景象，亲像北新洞的山壁，因为大水一直流落，出现几落条水墙，煞变做水帘洞。
也阁有举办台东热气球活动的录影高台、大草埔仔中央地势较低所在，累积雨水煞变做小型的湖，远远看那亲像南园的嘉明湖。大雨造成灾情，也冲击农业。即马卑南乡富山村有往来拾起来的高树，去互溪水规个连根飞起来，农民看甲真心疼。这无简单，种一年的采收机台销去中国，今年受到阻碍暂停，即马阁拄到风灾火灾，心情足无奈。只无奈2个字而已，其他不能形容什么了。如果最重要就是盼望上面长官能重视这条溪来整治啊。我近收成的也阁有台东县良吉米农田，地上关山这块呢，尤其是地上的波浪大道两边，规个拢淹去。即马大部分的车啊，拢已经扒规，若是讲浸水，就无法度收成。目前85架农田损害程度已经达到2-3成，台东整体农损已经超过300万，都惊讲大雨继续落来，灾损还阁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轻度风台圆规，虽然已经离开台湾啊，不过伊的外围环流加太平洋高压所形成风带，会造成东半部落大雨，已经是连续落3天的大雨咯，也着爱注意这个土石啊放落来情形。讲到这会落大水雨的地区是伫咧花莲，大圳雨的地区有新北市、屏东、宜兰甲台东，另外基隆、台中、南投、高雄也着爱注意落雨情形。到今下晡5点为止，雨水量排名前5名拢伫咧花莲的各地头，其中以花莲的玉里有到375毫米遐尼济。气象局表示讲，14各地头也是有机会落雨，东部雨水会真大。15到16下晡天气会反好，不过拜六开始天气开始反冷咯。北部较空旷所在有机会温度是落到16度。桃园龟山的升温沙石仔场伫昨发生沙石仔落落来害死计程车意外，桃园市政府今仔日组成稽查小组进行查核。市长陈文灿是强调讲，若准这沙石仔场唔改善，就要求因停工撤照等等的处分。另外，沙石仔场姓刘的厂长，伊有挑工要甲这个手机仔的通讯记录害掉嫌疑，怀疑想要暗藏事实，目前也先甲伊收押禁见。这超过2米啦！市府人员到沙石仔场检查公安，蹲土石的总量、甲主要道路是毋是保持安全距离，是毋是违建等项目。桃园龟山的升温沙石仔场12日发生土石冲破铁片，靠一个计程车驾驶活台死亡。桃园市政府13由经发局监管处、水务处等单位组成公共安全联合稽查小组到现场检查，被害者家属也伫现场招魂。看到沙石仔场人员因为条大骂，一直到即马拢担无因回失礼。连道歉都没有，你们这草菅人命，你看看，道歉还是这个样子，请问他走下来呢？多少人要死在这条路啊？被害者家属看到沙石场也在动工，沙石蹲伫路边，亲像无定时炸弹。警发局表示，稽查发现工厂登记甲原始无同，有违规扩大使用，会搁处罚。扩大使用的部分已经做裁除了，我们在今年4月已经裁除。那当然，我们这次稽查持续为规，我们还会连续来做裁除。专案调向过失致死罪侦办当中，桃园地检署团环省刘厂长甲社会操作员到案说明。厂长讲，伊休困，啥物拢唔知，而且有删除手机通讯记录，兼方向第一申请机业批准。反团讲出代志的沙石仔场，23年来占用土地扩厂，乌白乌山坡保育地，违建500多平方公尺，即批市府登记包庇。换成绿色的执政以后会变比较好，结果没有变比较好。只是它的包庇的手法更细腻。成功砂石场占用的国有土地的笔数大概只有3笔，那面积是124.95平方公尺。我们在9月30号已经发文限期返还。国产署证实沙石场侵占国有地，已经发文地检署要求还土地。桃园市长陈文灿表示，若沙石场真侪摆无改善，会停工撤照，或者是无必换照的处分。有立委指出，桃园有11间沙石场违法扩建占用国有地，要求全面清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4个带病入境，另外今仔日是无本土病例的。那讲到第14轮注疫苗会提供 BNT 头1档、莫德纳加 AZ 的第2档，而且会分做2阶段，互民众去登记加注预防针。那讲到咱台湾家己买的 AZ 疫苗，今仔日搁再送136万档来到位咯。
有 AZ 疫苗到货，台湾家己买136万剂 AZ 疫苗，礼拜三下晡3点外运到桃园机场完成通关证书了后，直接送到领毒物流中心风险检验，各互民众来做。有效期到2022 1月31号。那这一批疫苗来以后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AZ 第2剂的一个需要。指挥中心公布第12期疫苗注射计划，会提供 BNT 第1期、甲莫德纳、甲 AZ 第2期，分2个阶段，依照无同款厂牌分流有效甲注射。第一阶段对象是 BNT 第1期，和30岁以上民众意愿登记的人。7月10号进前已经做莫德纳第1期的55岁以上民众，7月30进前已经做 AZ 第1期的38岁以上民众。有效时间为10月18开始到20中到12点，按算2支到27注疫苗。第2阶段对象是 BNT 疫苗意愿登记73岁以上民众。7月10号进前已经做莫德纳第1期的18岁以上民众。7月到8月7号进前已经做 AZ 第1期的45岁以上民众。有效时间是自5早起10点到27中到12点。另外，做疫苗时间是为10月18到11月初3。高推估是440了，低推估是410。指挥中心也公布增加4例做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事件，2例 AZ， 1例莫德纳，甲1例 BNT， 其中上少年是新北市42岁男性工程师，本身有慢性病，做完 BNT 疫苗了后8天休克死亡，会做司法相验调查死因。10月9号的时候，这个就在上班的时候就。可能就突然胸闷，冒冷汗，那就昏倒了哦。所以后来送到医院急救，那不幸死亡。针对 BNT 疫苗连续2期临时向下卡加开年会站来做，好亲像有人无买做，但市长强调做疫苗也是好处较济，免等到有危机的时阵才做，呼吁民众有疫苗就赶紧做。希望10月底第1期疫苗注射率有7成，第2期疫苗有3成，也就是讲还阁爱做470万剂疫苗才能达到标准，这是一个真艰难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民众讲，伊去注到已经过期的 AZ 疫苗，经过调查，这病院是无甲伊注过期的，是疫苗配号登记唔对，一切拢是误会。提出健保唔卡，张先生甲太太设备到中心综合病院注射第2剂 AZ 疫苗，做完了后，上健保快系统的 App 去查，发现注到配号 K0044C 的疫苗，效期初3就到期了。才发现它是日本送的6万剂里边的过期的，是打错还是指那个物质？我觉得这个东西他要讲清楚了。院方核实的，并且澄清是疫苗配合上传管理作业疏失。张先生所做的配合不是 K0044C， 而是 A1058。绝无过期的 AZ 疫苗注射到民众事件的发生，错误发生在本院。偶发性单一事件为疫苗批号上传管理作业疏失。院方强调，市府办的11罐配合 K0044C 的 AZ 疫苗，已经在9月29进前做完啦，总计是124人次。家长先生车白共一天做的有278人次，其中无甲配合更新的为 A1058的有249人，其他29人注射配合是 A1080。对着这个院方的疏失，台北市卫生局会来予以行政指导。工作人员上传疫苗接种记录的时候，没有选对正确的批号，他的电脑系统没有做更新，所以造成这个批号是旧的批号。透过这个卫生局的一个稽查，也跟医院做过行政指导，要求医院在接种疫苗之前，务必要3读5对。长疫苗是不可能的，这个都有登录什么长疫苗。也没有打过期的疫苗，不过上传批错倒是真的，就拉错。这个我们会再做一个防呆的装置。郭文铁强调，在你知道消息时，卫生局透明来清查确认是疫苗配合上传方面的疏失，也搁再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无注射过期的疫苗，未来检讨上传的系统，避免错误搁再发生。指挥中心的要求，北市府卫生局提出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条新闻，请民众看讲，你今仔日敢有抽到啊？文化部伫下晡有抽头一批81万张的艺放券，而且农委会农游券早起要抽一批有23万人。另外，若准使用所谓版本的5倍券，民众会当得到一张好食券。不过，所有民众即期讲有真侪店家拢无使用数位支付，甚至有一寡店家根本就毋是餐饮业。经济部官方面册有话少民众留话，使用好食券的时阵拄着困难。有网友讲，合作的店头根本无接受数位支付，感觉方便。立委也质疑好食券官网所列出来的店面真侪毋是餐饮业，实际测试伫好食券官网拍入五金800支到几多间五金行。另外，伫南部完后汽车旅馆，互人列入经济部好食券适用范围。有立委质疑这根本设计时阵都有疏失。你说他的统编项目有写餐饮，五金行里头会卖餐饮吗？他原来的营业登记的范围有登记到有餐饮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这个要再重新去盘查，的确是非常困难啦。是，那现在就是大家给我们的资讯，我们就会尽量都一家一家去确认。比如说，经济部坦白讲，好食券合作的店面有部分是当初登记统一编号分类，难免有无准的所在。即马一个一个甲业者确认，即届爆所的5倍券需要抽签加赌券内底888农游券，再去进行头一届的抽签，拢总有23万人抽到，中签率2%。那是中签率上悬的艺放券，分做纸本加数位券。第一遍81个人抽到，数位券爱下载官方的 App， 纸本爱去超商的数据领。我们这个加码券还持续在受理登记。所以今天你可能还来不及登记易放券的朋友，您在这边到就星期5之前，您如果上网登记的话，在下个礼拜你还是会有抽签的机会。目前已经进行第一遍抽签的加赌券，各旅券抽出6个号码当中，98号加艺放券同款。另外，尾啊2日32号加97号也同时抽到农游券，所以同礼拜因为袂使领无同的加赌券，这3组号码的民众拢必须选大先抽到的国旅券。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当日欠期间，当时会当搁再开放咧。劳动部长柯明春今表示，若准有做过2档疫苗的人，会当大声入境。相关政策也当日规划，上紧伫年底就会开放。社会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开放移工入境，解决欠工的问题。考虑疫情因素，政府为5月中开始暂缓移工入境台湾。致使产业移工欠工问题恶化，家庭照护工也明显欠缺，也佫产生出照护工想办法要转去工厂上班，争取较好的薪水。个别少雇主为留住厝内照顾移工，所互人看计一个月薪水就增加2-3万，也就是避免休困袂当靠薪水，互雇主是真艰苦。在这段期间，就地喊价的情况是有出现。像我最近听到一个最高的，就是在转换一次雇主之间，就要求了一个4万块钱的这个买工费哈。所以当然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釜底抽薪就是把供给跟需求之间做最大的平衡嘛。社会团体呼吁政府赶紧重启移工入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劳动部长柯明春证实，目前确实已经规划好移工入境的计划。来源国的源头管理大概会朝向说，有完整施打疫苗的会优先让他进来，还有就是入境检要 PCR 以后要1人1室那从源头管理那到说进来以后，入境的 PCR 检验，还有这个14天的防疫加自主管理这边都会再做一些原理配套。你之后会提指挥中心然后再开放引进，因为他的。整个计划都还没有送来，我们也要看计划之后才能够确定啊。那这个方向的部分还要再讨论哦。对重新开放就业服务全国联合会理事长认为，移工做2期疫苗才能入境，定期入境进程1人1室，方案严格。若入境了后，爱搁计24天相关费用，一定转去雇主身上，佫是一大笔的负担。建议政府检疫隔离的时间应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顶个月2日，屏东高手一位便利招商的查某店员，去互一位精神病患者攻击目睭，经过治疗了后，按算这几天就会当出院咯。接落来，政府也安排心理咨商甲协助。另外，证人捐款予伊是关入去伊私人的口座，政府是无法度干涉的。不过，也有建议讲，也当设一个信托口座来管理。现在是有看到吗？有。
超商头家来到高雄长期病院来看这4判的女店员，伊恢复情况袂歹，因看出头家手中臂的受力。女店员讲，医生检查时阵讲，伊一切拢真好，有5拜4还是拜5就会使来出院咯。眼睛还有用鼻子，他说都很好。我们钱够用了，所以不用再捐款了，谢谢你们。顶个月2日，女店员伫咧工作超商内底，互查甫人大力拍这鼻仔甲目睭，外界捐款到家属的私人的户头，希望互女店员无效果之忧接受治疗。病院也整合进行外科、眼科这团队共同来救治，并且看补助所有的自费医疗费。这女店员在顶个月动完眼科的手术了后，即阵也无视网膜剥离的这并发症，也不后续也是爱密切来追踪。有吃好，没有睡好，比较放松一点。第一件事情，睡觉，回家睡觉。我们有跟家属提出建议，就是可以做信托来管理。那家属也觉得这个方式不错，他们会做考虑。病人管护表示，这女店员登记了后，会请心理师甲医师到因兜来提供咨询甲协助。对着这情况，因为管理私人的户头，管护无权来过问，不过也是建议家属用信托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合欢山甲清境农场是热扑扑的观光景点，那到假日时停车位是真歹找。县政府打算讲要伫咧附近起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当地业者是真欢喜，不过环保团体却认为游客伤过多，就会影响到生态，而且是愈来越严重。排甲真整齐轿车踏满停车场，准讲毋是假日，落雨的南投观光景点清境农场，也是有袂少人开车来这佚佗。这边车位没有到非常多，假日人潮比较多嘛，就不好停车啊，要停比较远才能走到这边来，就避开假日。就原因是因为觉得假日就是车多人多啊，这样。停车场找无位是一寡人对清境农场共同的印象，尤其是连续假日，合欢山公路哪亲像大型停车场，沿路煞干那300停车位。南投县政府即马计划要开几落亿，分别伫雾社仁爱农会对面的巴兰农民特色市集，也有清境合欢山沿路起3位大型停车场，增加1000个停车位。整个那个还在用地取的，这个清查跟整体规划才会对外公布。对啊，本来就是爱有迄停车位啊，客人来唔得安全感，对无？所以你赞成？我赞成全地安尼做。营业的店头拢赞成，不过环保团体有无同的看法。将台湾生态协会理事长杨国正认为，合欢山清境农场游客所带来生态冲击，早就超过环境的负担。县政府扩建停车场，完全是都市的想法。它已经是超载了，那你要思考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把人在这个运作里面对环境的影响，把它减淡，不是把我们都会的延伸继续把它搞到合欢山去，那你硬是把整个合欢山搞垮了嘛？环保团体建议政府运用经费规划合欢山清境农场中间的公共运输系统。观光处是讲，除了兴建停车场，也要规划中型巴士接驳车，尽量把车留伫雾社甲清境，减少关山道路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前镇的新草街地区，过去是全国上界大的违建区，有4000多户占用公有地。市政府也制定自治条例，互违建户合法买地。去年也已经到期了，落尾也阁有303户无买。议员也烦恼讲，无买这的违建户，若准备要搬走，对未来整合的发展是真不利的。前镇新草街地区，阁有袂少白街甲下巷仔。早年真侪拆船甲码头工人住遮，有4000户的违建。市府进前互住户5年的时间买地，目前也是有300多户无买。当地里长讲，大部分也是经济因素。违建户拢总有在意哩啦，嘛足侪讲有想过想要买的人，有的是讲迄当时嘛无钱通去买的啦。这间有60年历史的朱正宫，干那这块地就爱买2000万。庙方讲，迄当时准备要贷款，煞已经过期，所以袂付买。即摆信徒拢想要斗3工无款。即摆伊阁要用新案买啊，转案过了啊，你新案阮就无法度买。若是讲，阮是希望讲市府会当甲阮阁延1年，
互阮即间会当完成。规个新草原地区市府列管3104户，最后2801户买地，也有303户无买。议员烦恼会造成以后途经甲整并的困难。他只要钉子户钉在那边，他没有办法进入整并的话，你的申购、你的土地面积就会缺一角、缺2角。这个地区如果其实有整并好的一些部分的土地，它来不及赶上那上面那个自治条例，我们可以鼓励他用围绕方式来调整。围绕的方式的容积最高、最基本就有30%啊。都发局表示，自治条例要重新启动有困难，里长甲议员是希望会当延期，若无市府嘛爱有应用的做法。记者邓家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全世界的新闻。美国甲阿明政府代表团12日杜哈甲塔利班政府进行会谈，会后阿明答应讲会提供10亿欧元予阿富汗当作是援助金，来解决当地人道危机。而且这回 G20 的主席国家意大利也召开线顶峰会，要来讨论阿富汗的人权议题。塔利班政权接管阿富汗超过2个月，不过当地非常紧迫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国际关心。对此，美国阿明政府代表团甲塔利班看守政府代表12日在杜哈展开会谈，讨论这阵阿富汗的危机。همداراز موږ له غربي نړۍ او خلیجي هیوادونو سره همداراز موږ له عربي نړۍ او خلیجي هیوادونو سره خاصې اړیکې غواړو. افغانستان نه غواړي چې په بهرنیو منازعو کې دخیل وي، بلکې موږ ټولو لورو ته مثبتې اړیکې غواړو。会后，阿明答应会以直接救助的名义提供阿富汗10亿欧元，相当大约324亿的人道救援金，避免社会经济来崩溃。另外，在意大利的出席20国集团的领袖提前发起视讯会议，讨论人道的议题。Prima cosa da chiedere al governo talebano è che vi sia la possibilità non solo per le Nazioni Unite ma anche per le Nazioni Unite e altri paesi che portano questa assistenza di poter entrare e uscire. 只是援助金无可能直接放入去塔利班落地啊，安尼敢若像替政权来赔资。所以讲，西方国家希望应经由联合国也是国际组织进行资源的分配，同时强调除非塔利班应实现性别的平等，推出反恐的作为，美国甲盟邦才考虑来解除制裁。Let's not forget, winter in Afghanistan is harsh. Winter in Afghanistan can kill if people don't have the resources and if you end up being under the open skies, so it's really merciless. 伫过去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援助资金占阿富汗全年 GDP 的40%，塔利班掌权了后，国家暂停援助，即阵国内资金不足，也面临欠粮食、欠水电、甲疫情多层的打击之下，看到冬天即边来临啊，留伫阿富汗的4000万人，恐惊面临一场浩劫。公视新闻王品文编译。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一项法国2030投资计划，要投入300亿欧元研发绿色能源的技术。不过，佫剩6个月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咯，有人质疑讲，伊是提出计划用政策来卖票。新冠疫情影响经济正大，不过可能嘛是能源转型的机会。法国总统马克龙12日宣布一项法国2030计划，2025年投入30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9752亿，研发创新能源技术，并扩展工业活动。Et si nous, Européens, et en particulier nous, Françaises et Français, voulons choisir notre avenir, il est essentiel de gagner cette bataille, qui est une bataille en quelque sorte pour l'indépendance et la meilleure qualité de vie. 马克龙表示，法国2030目标是刺激法国未来10年的经济成长。具体目标包括到2030年进前打造一款低氧化碳飞机，一座小型无阻式核反应炉，2座生产绿色氢气的超级工厂，也加生产200万台电动车加油电混合车。目前核能在法国全部发电方式当中占比也是达到70%。Et au fond, on doit traiter 2 sujets clés. Améliorer toujours et encore la sûreté en baissant les coûts et réduire les déchets, qui est un point clé quand on parle du nucléaire. Deuxième objectif, devenir le leader de l'hydrogène vert en 2030. Là, je le dis en l'assumant totalement, je pense que ça fait partie vraiment d'un des secteurs où nous pouvons être leaders.
不过，反对伊的人质疑马克宏宣布计划时机敏感，因为各月6个月都是2022年4月举行总统大选，批评伊故意用压钱的方式政治买票。外界也普遍认为马克宏应该争取连任。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立委陈柏惟的罢免案后礼拜六就要投票啊！陈柏惟对13开始也走向伊的选区，望争取民众支持。总统蔡英文也用民进党主席的身份表示，卖互认真做代志的人孤单，民主侵犯无应该是报复。不过，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讲，陈柏惟前科累累，敢讲蔡英文要甲伊徛到底的。台湾执政党立委陈柏惟伫妈妈陪伴之下，要以100点钟行骗选区，争取支持者23投无同意票，反对伊的罢免案。当然罢免方会对我们一些事情有意见啊，5项10项之类的。可是我们实在是做了3、4千项的东西，所以正在想说，那怎么把它有个架构化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但是一直被讲成0分，那我觉得对民众这个认知上也不公平，因为他被人家讲涉毒我跟你讲哦，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只是有的人选择糟蹋别人的孩子来成就自己的小孩。那我们都没有啦，我们就心疼而已啦，心疼啦，没什么啦，就是心疼。发起罢免这边的宣传车，也在选区游街，希望罢免案通过。我们选的不是马拉松选手，不是健走选手，我们选的是立法委员。你不好好在立法院监督，然后只是荒腔走板，被网友笑爆，被大家批评完之后，你告诉大家说我要去走路，这很荒谬啊！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也在13民进党中常会对陈柏惟的罢免案表示，民主侵犯不应该是恶意的报复。蔡英文主席也听取秘书长报告后，也表示，他也要提醒大家继续关注这件事情，不要让认真做事的人孤单。台湾的民主深化应该是基于理性沟通，不是恶意报复。蔡英文向党员发挥唔通互陈柏惟孤单，啊，不过运动主席朱立伦却是安尼讲：过去涉嫌赌博、造逃，同时还主张开放大麻、开放毒品的这样一位立法委员，蔡总统，您的主张是什么？你要跟毒品站在一起吗？伊强调，这罢免以地方联系力量为主，若爱斗相共时阵，国民党会全力以赴。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的详细演说讲到两岸之间并无像是像的这款问题。中国国台办是搁再批评讲，这款的讲法就是中国论。发言人也讲到，解放军的演练是为着要打击台独活动甲外部的势力。有学者认为讲，总统的演说只是甲事实讲出来尔，中国的直接调是为着要转移内部的压力。总统蔡英文国庆文告效应出来，台湾讨论促进学会举行座谈会，分析两岸情势。民进党立委罗致政甲真侪位学者拢肯定总统的演讲，认为提出两岸互不隶属、互相无交叉本来就是事实，要重新维持现状对话解决等承诺。中国反应激烈，应该是为转移内部压力。内部情势嘛，短期来讲，下个月月初就要6中全会了嘛。所以我相信大内宣或是这样的强硬手段是可以预期的。两岸的核战关键其实始终是在中国，不必特别期待说台湾的任何表态有什么根本的作用。对蔡总统国庆演讲，中国国台办7日暗时捌回应是鼓吹台独、煽动对立，13反应马晓光定调，所谓互不隶属就是明显肯定中国论，解放军演训就是为打击台独分裂活动，甲外部势力干涉，完全是为正义。解放军演训活动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完全是正义之举。We believe are destabilizing and only increase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Our support for and defen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remains aligned against the current threat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马晓光国警告卡苏民进党当局积极不顾，只会将台湾杀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最近强机交代行为已经引起国际关心。美国国防部12表示，中国扩大对台湾恐吓嘅施压，增加误判风险。中心对台承诺是正坚定，呼吁北京和平解决两岸分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是渐渐伫咧稳定，主计总署就公布8月驻访就加请3万的员工，而且全台原去访请的员工因平均的薪水要43200多块。不过，煞有餐饮业的大品牌王品集团宣布讲，对后个月开始要另外起5%，另外基本工资会伫咧明年起价咯。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劳动部长柯明春拢表示，会针对着影响较大的产业进行补贴。国内疫情缓和，劳动市场也开放。主计总处公布8月工业甲服务业全体受雇员工人数809万3000人，比7月底增加3万人。8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3217块，一个月增加0.76%，是自2008年以来同期增加上大幅度。服务业的部分，它在总工时的部分，它的月变动增加最多，它增加了21小时。然后在住宿餐饮业的部分，它的月变动是增加了19.3小时。然后在教育业的部分的话，是月变动部分增加了14.1小时。我们相关的商业活动其实已经有陆续恢复了，所以内需相关的一个指标，我们呈现一个逐步回升的状况。最近不计一直清关，王品集团第12宣布，为10月15开始，旗下15个品牌介绍起5%。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在这波疫情之下，餐饮业确实真辛苦。我们的餐饮业确实前一阵子比较辛苦了哈，也受到这个相关的疫情的影响，国际大宗物料的这个波动等等，当然还有未来的这个工资啦，经济部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提出相关的配套。明年元旦开始，基本工资要为原来24000升到25250块，时薪为原本的160调升到168块。工商团体拢感觉挡袂牢。对了后配套，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主要会针对受影响较大的产业做补贴。像内需服务业住宿、餐饮、旅行社这部分可能是受影响比较大哈，就可能看是薪资或者其他方面怎么来做一些补贴方案哈，会再具体来做研拟。是不是补贴雇主？柯明春讲，主要还是补贴劳工，会甲经济部共同研究方案，具体方式议员爱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6都内面，已经有3都通过地价摊城市的自治条例。这是和平今仔日邀请也未制定相关自治条例县市首长，包含着双北、高雄，做伙来提出2050年零排放减碳规划。双北市长拢讲到2030年要达成减碳30%的目标，讲因这目标是坐过中央所制定的20%。政府追随国际脚步，宣示伫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绿色和平邀请6都当中也未制定低碳都市相关自治条例，8893都首长斗阵宣示赶紧减碳的脚步。我们认为台湾的城市在加速减碳，自治条例是有力的工具。参加台北市长郭文泰先表示，划出伫2050年净零排放进程的2030年要减碳30%，最发是推动宽纵节分，扩大电动公车、机车等。我们透过补助的要推力，希望说在最快的时间内能不能把台北市电动机车比例达到35%。不过电动车用电爱用到的电才能减到碳，高雄市将减碳加降低空污当做同一件代志来拍拼。减碳的这样子一个燃煤电厂，把它做一个降载的措施，来加速我们减量。新北市甲台北市同款划出2030年减碳30%，比中央20%较悬，佫出现无门的时间。加入脱煤者联盟，要在2023整个变成一个无煤的城市。不过889首长拢无直接回应是不是制定自治条例。绿色和平表示感觉有点失望，不过议员会拍拼说服。记者综合报道。
哈佛北京书院伊的书记中文班落尾甲台湾合作了后，按算伫咧2022年的休热期间，会伫咧台湾大学启动哈佛台湾书院，未来会有60名学员来到台湾学华语。买化妆品、教养食品等等。听老师讲，这个文化随着两个人一组来练对话，大师大国语教学中心的外国学生，必须是下晡连上3节课来提升华语的程度。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去中国学习中文，都是跟别的美国人。可是来台湾，我跟很多从很多国家来的同学，所以我的中文进步了很快。就是我的男朋友是台湾人，所以我最喜欢台湾。疫情影响边境游玩真严格，无放松。国语中心3个月一期的课程，游玩有700-800个学生。副主任杜兆梅指出，疫情进程对年头到年尾拢有开课。内底讲的是捌合作的剑桥大学甲伦敦大学阿辉学院，一度转去中国，去年又过回来了。其实很明显，就2年前开始，我们收到很多本来在基地在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他们一直在询问我们能不能去跟他们合作这些项目。那大师大、正大今年6月确定甲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合作，加上大甲哈佛的哈佛台北书院。教育部长潘文忠讲，即阵有10间大学申请台湾优华语计划，有计要甲21间欧美有名的学校来建立双边的关系。我们发展出学校对学校的这个机制啊，其实它在长期的连结上是最佳哈。优华语计划拄行完头一期，长期推动华语教学的学者认为，因为是新计划，教育部也伫咧试看卖，那用的应该有更加多经费投入。另外来使继续来推动华语能量的输出，对着政治甲外交拢有一定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甲老就爱学甲老，所以咱来看屏东南边的仁和关怀协进会，最近因着咧训练一寡阿公阿嬷，安排一寡导览的课程，望讲这在地老大人会当来了解这地方的历史文化，互来这行大游客知影。阿公开始讲那边的早期历史佮较大的变化。屏东那边的仁和关怀协进会这几年推出在地旅行，为着让这的时代才做村里的导览员，特别举办口语的表达课程，训练中辈的口才。就是邀请老师来给因训练因的口才，互因讲了解咱家己的故乡。所以有时你也拄有外地人来的时候，伊也拄随时伊问到。伊就知影讲要安怎介绍咱的故乡。为一开始无啥物自信，到即马会使伫台顶展现家己的台南讲，强调这个课程通互长辈增加自信，定讲话通练习讲的内容佮有方式。若准有人去那边耍，家己也通做介绍故乡的一员，是真有成就感。你甲推广这个哦，互这老人哦，去伫台顶去讲我话，佮增加伊的信心起来，伊头脑啥会搁较进步，会搁较对老化会较慢，所以足大的帮助。那比仁和社区希望透过社区的力量，互长者也通为故乡做代志，毋但活到老学到老，也通替在地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一个12月要举办国际正出名的 Open House 活动，就是伫咧48点钟内，甲平常时正罕得开放的空间开放予民众来参观，包含着私人的客家工厂的厂房、甲艺术家的工作室等等，目的就是要互大家了解到建筑的历史，甲这个城市的故事。Open House 上早是在1992年对英国发起，主要是希望民众会使更加了解城市内底较少人知影的隐蔽空间，透过主人甲民众互相交流，做伙分享城市建筑的故事。搜寻新竹的空间、新竹的点，到去形成的脉络，点跟点之间串得到，最后其实我们想要去促成一个属于真正更高的高度，在行动那个打开空间之外，我们真想要促成的事情是一个属于公民之间的网络的一个建立哦。承办者当时嘛希望透过 Open House， 甲新竹成做城市共享平台，然后新竹少年人可以发挥创造力，行出家己的梦想。新竹的科技力、文化力以及创造力哦，
都是我想能够透过打开新竹这个国际级的活动，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看见新竹。新德市是世界第47座、亚洲第5座举办 Open House 认证活动的城市，按算开放超过60个秘密空间，让民众重新熟悉这座城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咱台湾基层的警察是真无闲，亲像非洲地这武汉肺炎的客家，拢会当看到因辛苦的形影。不过这毋是因的本业。民间团体伫13日召开记者会，抗议警政单位指派伤济业务，互基层的警员，也互因产生过劳的问题。台湾陪审团协会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等等斗阵画口号，讲基层的警察自疫情开始，除了爱查民众挂嘴暗，搁爱顺非洲地质喷烫，本地一寡毋是警察专业的代志，煞拢变因的业务。你不讨论他是不是警察工作，你先说我先评比，或者是说甚至说我只是鼓励大家，我不评比，那就会变成说好，那我今天根本就不用在意警察的工作的核心范围是什么。民间团体表示，像查喷烫、佮有客查汽机车排气等等，本地应该是环保局的业务，所互警察对代替执行，变成因的事项，伊嘛不满。警察会工课重，基层过劳，顶悬无应该因为巡逻能力低，就啥物拢交互基层来包办处理。这个行政协助的规范我们认为要更明确化，而不应该让政府首长或警察首长随意调动基层警员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民间团体指出，爱互警政业务回归专业，嘛要求警政署爱定出行政规则，拒绝严重影响警察勤务的行政协助。警政署表示，相关议题进前已经有初步回应，会搁配合政府做调整。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演过库克男调的演员薛特纳伫台湾时间13半暝上太空啊，而且这火箭所发射的所在地点是一个德州西部一个小庄头，因也希望讲这个太空旅行会当带动当地观光。I'm going up into space. I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can say that. It's life-changing in its way, not because of the aerial adventure.But because of the people I'm meeting and talking with. I'm glad to be here. Jeff Bezos' concept to make living and building in space and to make pollution a thing of the past. I mean, what noble ambitions those are, and somebody has to start it. 这是薛特纳为这届近太空之旅出发前所录的谈话。伫电影界70年的薛特纳，上侪人知就是1966年至1969年中间，星际争霸战系列影集当中演库克艦长。即摆薛特纳虽然无亲像当年遐尼烟头，不过90岁伊成为太空之旅一份子，也是互影迷充满期待。William Shatner is going to be on it, so it's time Captain Kirk actually.Physically got up into space. I'm kind of excited about that. 德州西部城镇范霍恩是一个人口差不多2000多人的庄脚小镇。所以电影希望影集当中库克艦长亲身来这所在一个太空船升空，会当吸引太空迷甲影迷，促进当地观光。This is a big deal for our town in terms of tourism. You know, the hotels are filling up, the restaurants are staying busy, the gas stations are staying busy, more so than usual.路透社报道指出，有库克艦长的加持，代表那些起源迈入布兰森的维京集团，甚至马斯克的 SpaceX。不过，早伫那些起源头一批太空人伫今年7月升空进前，产业分析师就讲，贝佐斯的平民化路线甲 SpaceX 是完全无同方向。后壁所挑战的目标是伫波音这种传统航太大厂以外，提供太空总署甚至是美国军方伫发射卫星加太空船方面有更较侪选择。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丹麦乐高查角仔宣布讲要甲产品的性别使用角色改掉，因也鼓励查囡仔会当来先看卖，查甫拢会当自由选择、自由来发展。英国学校这课堂将有创造力囡仔用乐高积木打造家己心目中的乐园甲时光机器，被问到因介意的色水，性别的差别都看会出来咯。It's one of my favourite colours and it's yellow and I like the people.
I didn't like the Lego Friends because it's a girl thing and it's pink. 丹麦有名的乐高接驳公司11国际查某囡仔节这一天，甲真戴维斯媒体性别研究所发表一份共同研究报告，指出查某囡仔比查某囡仔有意愿接受非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游戏，不过常常得不到家长社会鼓励。乐高就算是被启动为查某囡仔准备好的行动，协助世界各地想要改变世界查某囡仔，透过改变乐高切图片企图性别刻板设定的系列，让每一个囡仔拢用因喜的方式游戏创作。Could never assume that something is just for boys or something is just for girls. I think we should not be making those assumptions.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products that are tapping into the passion points of kids and then play patterns that they really like and the building patterns that they really like. But we need to let them decide. 性别研究所建议家长伫囡仔游戏的时阵兼顾多样化、互换角色，鼓励因甲无共款性别朋友斗阵，勇敢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同时爱慎选媒体资讯，改变目前游戏文化，激发囡仔的创造力。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5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是对24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